2026年对你来讲适合走海外运的年。海外对，比如说到这个澎湖啦，到马祖啦，或到世界你是说坐船出去就可以了？对对对。所以台梦想嘅飞扬机，伟这个字啊，那个密字旁，当时密是有那个弄来改耶，然后说猴子不吃草要改成密字旁劈柴。罗哥自己假会帮你改的。哎呦，站到，哎，356那冲啊，心路开哟，我冲过心爽，闹热大擂台，闹熱叫下來。有錢朋友大家好，我係阿鳳姑啊來，。今天大家好。哎呀，又到新的一年開始到啊！底啊！看一年，這個高寒假，真的呀這光陰似箭快5年6哈年嘞6年嘞歲月如梭啊！對啊這個我在羅兔走烏飛啊，哈，真的好快啊哈！還有嗎？你要講12生肖是嗎？這年我時間過很急啊，係啊，董教啊。對，哎，又要做 Andy 嘅那個開運鑑定團。哎呦，係冇，我們2026年多嘞。對我們觀眾朋友親愛看那種的開運鑑定真的你們想要了解講佢今年的今年的運勢用法的啊，趨吉避凶對啊，的按照我的事情。解啊，對啊，對啊。我們今天有請專業的老師有解。哦，是，對啊這兩位大師級的人物，沒錯第一位是我們算是客家界的國師級人物。客家不止客家哦，不止國家，全不止客家台灣，全台灣啊嘿，哦，算是我們台灣哈這個國師級的人物，一哥，一哥啊，一個。命理一哥。好嘞，哎歡迎歡迎謝阮景老師。蔡妍妍先生，先生好。哎，先生唔是啥，哎，跟麥克風之後哪有功法？太叫我該怎麼哎老師？太叫我來。現在1年沒有見面，也不要那麼緊張。你也上遍過所有大大哎呀，小小。你命理一哥啊！對。蒙拉給繞到他的媽已經別在這了。哦，是，你任何政商名流也都碰過了，嘿對不對？哈，這1年來一次，怎麼還會忘了拿這一次？是吧？我第一張啊，哎恭喜發財，馬年行大運。哦，馬年，馬年啊，馬年啊，沒有個馬年，兩年我講我變馬年啊，馬年啊，馬年行大運，是說馬年走大運嘛，對不對？馬年行大運，哦，馬上成功，馬上封侯。馬上發財，馬上有錢，馬上有錢，哎呦，讚，好來。唔係，我們是有多窮，因為一直要發財這樣兩方面哈。哎，掐眼鏡欣賞，是，哇，今天能夠請到謝阮景老師哈，這個也是大家的福氣。那謝阮景嗎？哎呀，欣賞兩秒都謝阮景。因為董演啱啱寫，我看哦，董卿嘅越南應該軟很像，哎，他也有人以為我老多會念謝阮景啊，有人其實英國係謝元景嘛，對。謝掐眼鏡欣賞啊，謝元景老師，這樣大家印象會更深刻。哦，真的哈，反正叫他謝阮景，他也是會 N 啊。對，加收5000這樣子。啱講，謝應景，掐啱講，哎，沒衝周的，沒做的。2秒，但他等下可以算一下筆畫，看是不是？對，我們介紹這一位，哇，這個是我們的預言大師啊。東方文化還有西方的啦，還有星座專家艾菲爾老師。大家好，新年快樂！恭喜！不曉得我這個發音標不標準？非常標準。所以艾菲爾老師沒客家語。我唔係客家人。哦，我唔係，他應該是河洛人。對，河洛人。你講哇，應該是河洛人。我媽媽從小生長在客家莊，所以她會講客家話。客家莊？竹東那一邊。竹東。是，那真的是客家莊。所以你媽是客家人嗎？我媽媽也是外省人，但是因為我們從小我爸爸是住眷村，但是媽媽有很多這個客家莊的朋友，有時候跟他的小學同學在講電話的時候，竟然是用那個客語溝通。我覺得，所以今天
来到这个节目看2位主持人讲那个客语，我觉得非常有亲切感。瞬间好像听到就是一些八婆，然后就是妈妈。我讲这个就是入乡随俗啊，是真的。而且我觉得学这个客语有好处，就是说你在竹东市场哈买菜的时候，可以跟他阿婆打个招呼，他就是你就是买葱送肉了，差不多了。是。我们今天就要麻烦2位老师，因为我跟艾菲尔老师，其实在之前那个今晚开战吧，几乎大概1个月会碰到他一次。哦，真的哦。是啊。哦，家不赌斗就抽了。谈到每一个人的个性、性格，这个星座学真的是，等下可以好好的请教老师一下。对啊，你们大家各位来宾又赚到了。是啊，好像有人年年来哎。那不是每年去年要来印证到底去年有没有实现这件事情？都在来抢平常的供养跟名牌。黄馨予，你要讲什么？这要偷偷塞红包才有办法上的哎。塞红包，你塞红包，这集很难上哎。真的假的？对啊，免费算命多好啊，而且都大师。哎，馨予，你跟我讲一声就好。对啊，你跟罗哥这种关系，你还要塞红包？来，我们这个节目赶快要开始了哈。这个也让2位老师哈，因为今天算了安尼客家天师台了哈。当然，新的一年，当然，就抢到也就好朋友啦，都安尼节目当中啊，加到全部动不唱歌，唱歌非常好听。有些是，有些我肯定是，有些我们持保留说法。再听看看，免得艾菲尔老师就会觉得疑惑。谢仁锦老师已经知道我们的伎俩。是，谢老师都每年都有来，都常听到歌都好听嘛。哎呀，多好听啦！那艾菲尔老师第一次来，那让你听一下我们的客家的一些歌曲，好不好？好来，有唱 TVB。TVB 来稳住带来后堂歌曲哦。好来。世界总爱行过，温暖的声音汹涌的比索，带着爱所思的迷途。有不别样，天赋讲沙丁样，做有时权最强。准皮好豆上妆，是阿妹记忆的迷途。明日甜蜜晚饭，将你听听的声，希望你舍得快乐又漫长。你在身的笑容，化作爱心。是群最强遗忘，客家草苗准备好豆上妆，是阿妹记忆的迷途。明日甜记晚饭，将你听听的声，希望你舍得快乐又满。
有你有爱，伊甲人的犯错，飞云烟天表，不听，也送书为伊主个名，伊唱上来很难难嘅幸福。两位老师，对不起，这不好的示范。我们刚刚那个前面的说法先收回，还好我刚刚有补充说明说，不一定，有些不是非常确定。对，你要不要听听原唱？啊？来吗？就后面就好，后面。你要补。你好突然哦。不是，要不然老师会觉得啊，客家歌就这样哦。对啊，对。东后堂啊，有了，好听。其实也蛮哀凄的。对的。哎呀，有味道，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不分轩轾啦，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特色。是。对，但是要讲好话，要说好话。要说好话，新的一年要说好话，做好事，说好话，真的会马上发财。但是如果原唱的话，它会更有不同的感觉。是，当然是更棒。黑美，好吗？原唱。有爱，伊甲人的犯错，飞云烟天表，不听，也说出你。现在是在哪里？我们要从，就随我唱了哈。好，随便你唱，我跟人。哎，这是文竹的 key 是不是？原 key 啊，我原 key 吗？我怎么突然觉得很低啊？一句就够了，一句老师就觉得哦，对，原来。我是第30届金曲奖那个客语女歌手。我觉得我听出声音的差别，就是刚刚我们的文竹在唱这个歌，我觉得有点像是吃这个凉面的感觉，很清爽。然后我们主持人一唱，我觉得是佛跳墙的感觉。佛跳墙，哇，满汉全席。艾佩尔老师什么时候变成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老师？我觉得也是可以。我跟你讲，歌唱评审老师他们就是要会这样子，对不对？去分辨。对，剖析，这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要能够形容得出来。是。来，讲一下，安尼文总，Q 年的人家运势样板，应该不差吧？这来啊？嘿咩？嘿么？对嘛？按缝，也还缝都好。第3亿行路在那个3亿横行无阻，坛子嘿啊，哇，是不是？都已经跳到坛里面了，对，都会被认出来。对，2015年，我觉得其实我是蛮常不偏的啦。真的假的？对呀。是什么病？妇人病？没，这个还可以。还是老人病这方面吗？健忘的部分，主要是那个前几个月是荨麻疹。哎呦，对，然后荨麻疹就会传染嘞。荨麻疹不会啦，这是免疫系统，应该是对，就是失常了。这同时在讲1-2个月呢，太久了，然后就是反复的痒，然后睡也睡不好，所以唔好。对，阿妈跟又做我们的是海鲜呐，荨麻疹懂会啊？对，那个很恐怖，然后就是好很久，对，很久。然后后来我就是有去多久？至少1-2个月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奇怪弄啊那种，那就去咽风啊，去抽血检查，然后结果很健康啊，很健康，懂偏孔啊，还有去后来吗？但是我当下去的时候，一样皮肤是要偏一堆，有时候是全身性，还有眼睛肿肿的。搞不好你那个床都没有洗干净，然后尘螨一大堆。又吸尘螨，又塞，又麻该。哎呦，我觉得应该是免疫系统的问题。你用 TM 嘞，黑吗？有可能啊，压力大。真的？为什么？你现在红了是不是？对呀，你现在红了，要低调。然后作为一个常被认出来的谐星，压力大。就哎呦。然后主要就是还有就是有一次那个回来录影的时候，对，汹涌
冲牙膏哎，Q 用冲牙膏哎，你现在是要怪罪我就对了。懂有压力，这是一种魔咒，所以我下次要学你的歌。你就会小吉娜之称。就是，然后声音沙哑，就是突然完全唱不出声音，然后还跟医生讲嘛，医生我要打针，我一开始不知道针打哪里，我想说就打喉咙，你帮我打针，没有人打那里，要打手，我想说哪里痛治哪里。有，我曾经真的就有一个歌手，他是直接从这里有打类固醇，直接这里，他是很急性，就是很立刻就会有声音表演的这样。对，啊，你黑板眼做的是可能。电影讲哦，那个后遗症随便乱打哦，对，也不一样用的很大，它是很长久的影响。后来有一个救星用哎，我就是问我们的那个义军哥哦，对，洪义群哦，对哦，他当天他就给我那个喷水，喷水，那个很天然的东西，嘿，马改东西，喷马东西啊，不是喷马，其实他可能只是一瓶水给你片片，没有蜂胶，有用呢，还是酒精？没，刚好适合我，对，它是那个 UC2，就是它是一个算它会消炎外泌体。就是现在，对，外泌体，对，它不会有抗药性。哦，还清油号就抽嘞，所以我就给了他一瓶这样。后菜就真的哦，就马上就声音就开了。给你就喷啊！你多拿几瓶给我。我也要，团购，我们等下私底下留资讯。后菜就走在冲狗哎，里面有管黑哦，是真的就茶懂呀，就是有声音发出来。哎呦，对，很神奇哦，很神奇，也有可能你的心理起了作用。他最近也是就荨麻疹哦，荨麻疹还有就连头发生就很容易感冒。哦，所以你自己去搞我平常时我有那个随身小补品的那东西嘛，对啊，有啊，那个最近有买一个玉观音，观音像，顺通俩吗？嘿呀，是旁边这个吗？来买2条，那就一种2条，哎，2条看到东江哦，一个是墨绿色的，墨绿色给张较细，看起来价值不菲。松本爱妹妹。哎呀，让爱就是去甲留灯，也还很去甲带哎，想讲保平安啊，保平安，保健康，这个一条大概多少钱？也唔会贵啊，唔会贵哦，唔会贵哦，拼多多大概200块。没有，那个义大有没有？义大有没有？茶杯跟专柜有没有？刚好专柜买的啦，喜欢，对，戴起来有感，哎呦，最近没有戴是因为那片痛皮的，你嘛，边太条嘞，痛很嘞，对啊，戴不下去。你也帮忙，你可以换链子啊，我没想到，还以为你没想到换链子，你也帮忙，你会掉刀的，你又不是第一天当胖的人呢，是啊，这么傻，你可以换红线啊，红线绑那个啊，说不定不错呢。很多人也这样子做啊，红线也太明显了吧？就保佑平安而已啊。哦，做的是做的那样，对啊，没做的啦，红红火火，对吗？哦，你在坛子更横着走。哎，你怎么没有被诈骗？就是。其实我很容易被诈骗，对你感觉很容易被诈骗。对，来，哦，来，提证了，看到你的那个保平安的物品哦，你俩来唱到掐眼睛上哇，请了2位大师。你个文主啊，讲给去年图嘅运势啊，哎你嘛建议本记。好，因前年那些讲有讲就因为前年犯太岁嘛，去年因为出太岁，所以机会动多，所以我感觉哦，去年各方面创业动顺利啦，唔过我介绍我要讲吼，做买是唔好急啊，因为机会动多，我冇可能大众都改种所以有一些太甜嘛，身体就会产生影响，嘿，所以我介绍我底边有下用。身体方面要注意哦，所以老师每年都有出一本，每年都，而且每一个生肖，比如我讲，我生肖属马嘅哈，唔过年份冇相容，同样一个生肖年份不同啊，太假的就冇相容。哦，像去年是什么4年？乙巳年，哦今年是丙午年，嘿，哦，像今年来讲，今年因为运作嘅闰嘛同好，因为嘅生肖嘅嘛系丙年咧，哎呦，错冇？系啊，老虎，系啊，老虎，系啊，你系丙寅年咧，哦系啊，丙寅年，Q 年同好，因为木能生火，所以年闰同好，今年其实年闰嘛 Q 龙同好，唔过有啲注意嘅，是讲，香港呢啲我輩啊，冇踢劫啊。
一样不要急，不要太急。他的个性就很急啊。对啊，因为他新的年底边有一只白虎星。白虎星，白虎星，头半年是安尼讲，头半年吼出门就两样东西行，吼，伊只喺讲，你迄个给路方行，行狗。行了3趟去讲老虎，所以有那个生肖里头有天狗星跟白虎星，那这2个就是那样，狗会咬你嘛，所以会出血的，老虎会咬你会出血，所以血光之灾要血光之灾，要小心哦。所以开车、骑车要小心。对啊，你普通人没去庙里边来讲治白虎，是做改。其实你听玉观音，你听用凤仙来讲。会懂汉语，真的，因为刘哥随便讲的，没，天哪，一语，因为他天生一语中的，因为文竹该天生给喉咙本来就比较有影响，天生的哦，那所以基本上金属类的本来就不合你，相对的，我刚才讲，你听讲凤仙嘛，凤仙它是火。刚好就很合你本身，要暖的东西。那我会继续风风火火。对，哦，你以后每一集你都会在这里。你以后可能是来这边做主持。对呀，小吉呢代班的。所以要注意的就是这方面。2026年我特别注意2条事情啊，观众朋友敢有嘛该建议本来你的观众朋友。对。你观众朋友喺讲，而且新的一年底边哈。有乜嘅，比如講天狗啊、白虎啊，咁要注意一條可能身體健康各方面嘅嚇。你老屋卡，嗰種屋卡咪有個圖嘛，格局圖哈。是。然後你平均分成9等分，你的中幾錢要記得要影幾分。我有朋友講，佢愛老佢嗰種圖畫過之後講，盲人一樣。因为它每一年它的位置会不一样，所以你要记得，你要把自己家里的格局图把它影起来。我常常在讲，我们现在手机里头有很多 APP， 是，要不然的话呢，你用那个罗盘啊、指南针、指北针啊都可以。量好东西南北以后，你也是看到哈，我卡底边西北要在方位，在新的一年底边，给它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还讲你该朋友讲，你讲。本定所以坊间杜路吃掉刀人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人，尤其是有长期的疾病的人，那我会建议你就是尽量是换房间。那如果没办法换的怎么办？还讲经营某派老观众们讲哈，你可以最多拉西底边买大概同做的乌龟壳。同做乌龟壳，同做乌龟壳，乌龟壳就好了。嘿，乌龟壳，因为以前台湾人讲乌龟长寿啊，是，所以你拿个乌龟壳就因为不用多奶，那他们不建议人家杀生呐，所以你用同做乌龟壳就好。然后呢，你买一种给稳固质，稳固质，稳固。跟你那发符的符纸，但不是像年苗，你农历的出生年月日时间，身体健康，元辰光彩，身体健康，元辰光彩。你唔记得唔怕，你记得身体健康。来建议来，不用该乌龟壳底杯，来不用你屋卡20方位里头，西北方里头它在短期里头，大概3-4个月内，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不会塞进去以后变成王八乌龟。不会，元辰光彩。元辰光彩。对，而且恰奇上还讲，去夜市买就好了。去夜市买，要吃的油嘛或是那个好像光华市场那附近好像也很多。对。有些饮品店没油，同做给乌龟。对，缝片做的拿豆的东西，对，缝片拿豆去做的，所以你不用有效果，效果其实研究有效果，然后他家第1楼家里的西北方西北方刚好我睡的房间就西北方真的吗？那你就很需要一只同做的乌龟，要写什么？所以我怕。我想嘛该。元辰光彩，身体健康，乌龟。你就这样写字框啊？过2-3个月会怎么样吗？试试看，罗哥试试看。自动逛龟。是有问题。那如果那房间睡很多人那一只乌龟可以写很多人的名字吗？
你房间是干嘛？他们像全家人啊，对啊，像我跟我老婆睡在就是那个方位的，可以啊，可以啊，就2个人都行，还是要买2只？不用，你是住军营吗？我想拿。有一些 animal card 的，比如说常小孩生病啦，或者那可能大人身体也不太舒服，用拿太干棉全部下空哈就抽了，那可以分好几张写吗？还是全部哦，都做得了，那就好了。我怕纸太小。那放哪里？都可以，都可以吧，就放在西北方。你不用床头柜房间底边，还讲有床头柜有柜子，有什么你把它放上去。还讲有一些不用，譬如不用单杯模养生饮的膏来拿的你妈做不用黑果嘅柜子单杯的。某一天不用太假看得到卫生。心宇，你这么在意是怎么样？你跟我一样也是睡在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想知，家里也有人睡西北方，也有西北方。对啊。他们家可能各个角落都有人睡啊。对啊，有按懂你。他特别担心西北方的人啊。对啊。好，大家还有吗？黄心宇没有了 ，OK 了哈。没有问题。我们要请艾菲尔老师了。来，艾菲尔老师，请问有什么建议不让你的文中吗？我看了一下文竹，就是在这个2026年的运势哈。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啦，因为你的命格里面其实是跟神佛都非常有缘分，所以你今天买这个观音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像，其实也是一种缘分的一种感应啊。所以呢，如果在新的一年，如果说你要开运的方法，我给你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可以常去寺庙。好，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宫庙活动，你可以多参加啊，即使是这个打折都要参加，或是绕境什么的，对，都要去。这是第一个建议。那么第二个建议呢，不晓得你会不会开车哈？其实呢，你的开车对你来讲是舒压的方法。我喜欢。对，就是说这个部分刚好也符合你的命盘，就是说很多人会想说我的开运方法，有些人是要去听音乐会啊，有些人是看电影。其实对你来讲，开车就是舒压或者是开运的方法哦。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其实还要再给你跟观众朋友都讲哈，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做在新年的部分。你的那个舒压方法以及开运的方法是睡觉。睡梦啦，睡梦，睡觉，你要不要按后呢？我那天我老婆传了一个那个旺夫的那个短影音给我这样子，我想说什么东西，我就点开来看。好，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喜欢躺着睡着，你都不要去影响他。不要念他，不要念他，因为他是旺夫的行为。对，用最温柔、最温暖的方式旺夫，不打扰的方式旺夫。是，对。因为所以家里老婆在躺着睡着，你都不要去吵他。所以我就不时揪我老公睡觉这样。可以哦，也可以。从西洋来讲哦，睡觉是回春的方法。是。对，尤其你刚刚说的，你在2025年你经常会有身体病痛的问题，其实也可能是一个压力的反应。所以呢，其实睡眠来讲，从西洋来讲，它就是一个女生或者所有人回春跟恢复健康的方法。所以呢3个方法建议给你啊，一个是开车，一个是多到寺庙走走，另外一个就是睡觉。睡觉是修复身体，你那个荨麻疹一定会好。对，谢谢。然后开车你可以以后我们到了下班，你可以载我回家绕一圈，然后去寺庙走走，再回家睡觉。可以当 Uber 司机啊。也可以。我曾经想过要去考大卡车鸟，因为我喜欢开车。行天宫前面载客，Uber 司他就可以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其实从你命盘来讲哈，你就是非常爱这种旅行长途的感觉。好搞他喜欢玩，然后他也喜欢跟人家聊天，没有错。对啊，没事，你就。但他去年的运势常出车祸没有。我跟你讲，那就是你的驾驶人的技术的问题，技术练好来，不然就是马路三宝。那你不要好了，你不要。松柏差不多7月份的时间有冇？真嘅隔一天哦，鬼门关了啊！我想讲奇怪嘞，俺给东西头皮发麻，我不曾这样，头皮发麻，然后我想我那天要去跑监理站，要报废车子，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弟妹讲，他说你不要去，你有感应。然后我就真的当下没去，然后隔天去，我跟你讲还是碰到了一张没跟我落风回来一个。大哥，一个你讲了，我讲了，你不是心里想，你讲出来了。你就真给落风哎，骗戏落风，那就车行给用的是呢，对向的车要等左转，好你给按的是的，按的驶到对面啊，对向，然后再切进来，我根本挡不掉，就亲过来了，亲过来了。但是好在也是人平安，对，就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还是给破不掉，给文竹一个刚刚讲到这个破财的问题啊，其实你2026
2026年有一点破财的迹象，我建议你要买房子。哦，才买。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房子大家在观望。没有，他买房子会赚钱，但是你要赚钱的话，不能跟人合伙，因为你合伙会亏钱，但你买房子是赚钱的。你合伙会被骗。对，你自己买房子，房子会骗你，因为他锵锵的一定被骗了。对，但是你不要找，对，诈。对，反正去给他注意点。OK，有记得了哈，说梦视察啦，去庙里去公庙走走。OK， 好，安子 C。OK， 谢谢老师。工作，安子 C， 平平安安啊。好，平安之后，平安心脏。好来杀下来。杀来翻陈皮，带来后堂歌曲。我来弹款啦哦。老天空并提，看你个梦。2026年对你来讲，其实一个适合走海外运的年。哎呦，对，你就说，如果说你在台湾有一些演出，那么如果说你也可以争取一些，比如说到这个澎湖啦，到马祖啦，或者到世界上。你是说坐船出去就可以？对，小琉球，拉到龟山岛也可以了，老师。龟山岛也可以。蓝屿 OK 啦，最近的和平岛。和平岛。老司机并提，看伊个梦，伫三分地度，阳光冲照。老少你并提，看伊个梦，伫金针地度，两手空空。老天空并提，看伊个梦，春夏秋冬并轻松。老土地并提，看伊个梦，切切伫爱嘅地度工作。手条条总见铁，手条条担见铁，手条条爱自由，也是司机间自由嘞。跳起啊，阮屁讲拄三皮啊，笑啊，就算色多少。极度苍凉作地，作出土地局，应该到时间做地，看到人路流空。极度苍凉作地，作出土地局，应该到时间做地，看到人路流空。手条条总见铁，手条条担。手条条爱自由，也是司机间自由嘞。跳起啊，阮屁讲拄三皮啊，笑啊，就算色多少。跳舞啊，约束也是风景啊，总唔见体。手下风帆，跳起啊，阮屁讲拄三皮啊，笑啊，就算色多少。
哎呀，单层鼻，这个我就不用跟你们说抱歉。视觉舒服，对，视觉也舒服，歌也好听，对，然后又甜美，三毛，是，戏剧的表现也非常优秀，还有这个创作的部分，有冇全部都是懂厉害，创作的部分，才女。我觉得刚刚听他唱歌，我觉得有画面感，因为过年嘛，我就想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春节的美食，我觉得很像，有点像乌鱼子的感觉。乌鱼子，咸香的。还有谢老师，真的很会讲，你真的很棒。你知道我们播出时间就是5点到7点，你刚好报这些菜名，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感酥一下。乌鱼子，凉面到佛跳墙，你现在是乌鱼子。我那天真的碰到一个卖乌鱼，他是第一个把乌鱼子就是从东港，然后把它上来移上来，第一个人用那个真空包装的那个创办人，哇，一个女企业家，真的哦。然后他就现场就弄了一块，然后他还不是切片哦，他们那个东港是切块，一大块。哎呦，我第一次吃到那个乌鱼子这么好吃，真的有干嘛的东西吗？也没有烧高粱酒什么的，就直接就切块切，然后我就放进嘴巴，就化掉了，一咬就化掉，然后还吃到和牛还是乌鱼子？对，差不多，它的乌鱼子就是和牛等级，这么神奇。然后他又再弄了一块拖肉。好享受哦！国哥，难怪你喜欢做 YT。对，你到时候那一集会播出哈。对啊，你在路上让我们批判一下，碰到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你都不知道，然后愿意让我去体验他的东西。罗哥每次来都跟我分享，我上次遇到那个，哇，那个印尼鸡，他都是这样，真的有空，就会加上客家人。喊切了哦，喊切了，你们喊好吃哦。来，这个去年的2005年，有的孙熙嘛，时好时坏，时好时坏。那好的通常都记不住，坏的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真的，好的记不住，好的就顺顺的过嘛，就顺的就过了。去年有演一部戏嘛？有大概有3、4部这样。有没有啊？那也很忙啊。不过有一餐没好，应该很爱去家嘅心情的问题。心情。那有一摆就去年的时间来去日本，然后因为该用时啊有多嘅，该用时嘅条路哈工作啊有一点点不顺。两个去到一个寺庙，我就想说去楚墙，楚墙。殊不知我就抽到一个下签，哎呀，下签哎，傻眼哎！而且那个下签上面就写，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哈都不好。你这个如果想要有健康，就会没有；想要有事业也会很糟。你赶快把它烧掉。你就叫他，对啊，就假装烧掉。他就说，通常日本的这个习俗好像不一样，好像是把它折一折放在那个庙里面，就绑在一个地方，绑在一个有点像是铁丝网的地方，或者是因为讲日本神山迄出道下签的方，就一排，本意塌到当半，冇带转来，其实冇带转，就把那个不好的运不要带回来，塌到给你OK，我就反骨，我就带回来。你就带回来了，结果嘞？我从来没有抽过下签，我觉得很有趣。你写考哦，然后我就带回来。你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应该要绑在那边，对大家有说你可以绑，我说可是我你很白目，我从来没有抽过，真的。对啊，就想要体验人生嘛。对，一转来哈，就某一天，我就在这个台北市区。踩到狗屎，弄到狗屎，哇，发财啊！发财！我想说，在台北市区很难会踩到狗屎，对啊，但是踩到。我想说，我要去买这个乐透，我把它清干净之后呢，要走去买乐透的时候，我就觉得，脚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我没有清干净？就发现我又踩到口香糖。
哪条街啊？又有狗屎又有口香糖的啊！我就一直踩，一直踩。台北市的这个路况，我们的这个有关单位，要注意一下。一秀有2种情谊。你是住在台北偏郊区地区？No， 就是在台北市区啊，就在市区。哇，那还真的蛮难得。那是不是真的要去买一张乐透？对啊。结果嘞，就去买乐透吗？就完全也没中。不是，你踩到狗屎的时候就要买了，你还把它洗掉。对，然后你又踩到那个。口香糖就把你的财撵走了。重点是不要洗掉，是不是？是。你就带着踩到狗屎的鞋去买才对。最后会数哈，有瞄一下。这是时间序的问题。瞄一下。哎呦，瞄一下什么事啦？你有带财过去就好，对不对？所以你时间序错了。对，还按呢。所以就是工作开始就不顺吗？对啊，然后就那个时候，因为是年中还年尾的时候？在年中的时候。年中的时候。对。有路就可以是某孙的哦。可以就某孙的。原本有一点没有顺嘛，去到日本抽了签走，回来把签带回来又更不顺。哎呦，难怪我刚刚看你来的时候，你那油桃革命啊。他现在还是吗？我想说没有啦。就觉得他真的是那个。这样说起来，这里是心里很多事。是妆掉了吗？还是印堂发黑啊？就好像有心里很多事情，真的感觉。有呢，你在眼神当中看得出来。眼神吗？真的。就是藏了很多这种委屈还是什么，对不对？你说是差不多年终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大概在3、4月了。3、4年的时间，那要怎么调试心情？还很久哎。调试我没办法啊，我就这样过日子。后来就好像比较好一点点，有比较好一点。就讲说他应该就会过吧，这样。就坏运就是会过。流年流月了，刚刚不好碰到不好的流月。还没有去改一个风范。OK， 我就是最近也有看那个，因为我运势很不好嘛，是，所以我就看一本书。跑去那个台北转运站就转一下，然后就过个运这样。有这么方便？你简单吗？那么简单。那一般你怎么转运？我就去看了一本书，它叫《36万遍的感恩法》。对，就是36万遍。对，它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哦。然后他就是教你要用感恩的心情，你只要一直感恩，一直感恩，你的运气就会变好。哦，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因为他这个作者也是遇到这个，因为他是务农的，他就遇到他这个农业的这个就是发展很不好，然后他的小孩子4岁又过世，高神，然后好多打击。他的这个老婆，他又得了一种怪病，都不会好，而且可能会死掉。哎呦，给就知道怎么会这样啊？然后他就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子磨练我？但他就突然有一天，他就听到他4岁的小孩那个过世的那个，哎呦。突然在跟他讲话，真的讲什么？说你要感恩哦，你用感恩，你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他就一直感恩，他36万遍，他有计数的耶，像那个数佛号机那一种。难怪慈济可以这么的庞大。都一直在感恩给力量，知道真给你懂是感恩的力量。所以你读了这本书，你就开始36万遍感恩嘛，买了个佛号机。我就一直提醒自己要感恩。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就在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行业你都有高有低，妄自尊大，不能觉得自己好像不得了啊，就是要存着感恩的心啊，对吗？哎呀，是啊，是一样啊，所以对任何事情都要感恩，对任何人都要感恩。是。就用爱的一个风范啊，就知道心里其实自然就会比较你就比较放松了，然后也慢慢的就运就好像变得好一点，至少没有再一直踩到狗屎这样。就是慢慢的你心念转了，对不对？这些好运就会慢慢的回来，他们会找到路回来找你。其实像我每天早上起床以后，然后吃完早餐，然后我就会跟我们家的这个观音拜拜，然后这个祖先拜，然后我还会先对天拜一下，反正就是感谢老天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家人，这些都是感恩啊，感恩就一直。真的呢，你跟我爸好像，是啊，其实我们他会连线我们家楼下我住的地方的土地公庙。连线怎么连线？他就是跟我说他会连线，就是中和地区，因为我们家住板桥，就是中和地区某某地方，因为我住那边，我们管区是中和。你爸是有灵体的，没有，他就是会顺便跟他讲嘛。我妹住戏子，然后那边的土地公，想说他们土地公各区的应该也蛮熟的。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保平安的？有带来。这个是这个行天宫的恩主。
公的这个平安符。那有一个信上就人来讲，他说我要去这个跟跟恩主公求一个平安符在身上，会比较平安。所以我就去求了。那求这个平安符，你还要去到这个庙里面，然后要先把杯，然后让它变成 K 孙呐，台语讲 K 孙，你要变成 K 孙呐，然后才可以求到这个平安符。哎呦，所以要3杯吗？它是有个过程，这样。1杯还是3杯？这个自由行政，自由，你想要几杯就几杯。新天宫一冲没跌高了吧？他们有吗？跌高，没有拿香，没有烧香，对，毛超，还说带回那样个，就是都带在身上，就随时放在身上，这上面，这个对，这个就好。反正这是至少我们自己心里心安啦，你自己心安。如果你觉得有用，它就会有用。对，好，那今天请到2位哈，我们的大师级的。对，我们先请我们星座老师艾菲尔老师。是我这边给这个我们的这个陈飞要做一个建议，在2026年啊，其实我觉得从你的运势来看啊，在2026年确实是一个转运的时刻。你去年是有一点卡住的感觉哈，所以呢才会在生活当中出现一些比较不顺利的状况。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在新的一年2026年这一年，其实是改头换面的时刻。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外表啊，或者是妆法，或者是造型要有所突破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在2026年做一些尝试。医美吗？赶快！凤凰电波吗？赶快把你这个马尾把它拿掉，妖艳一点，做一个尝试。那么2026年对你来讲，其实一个适合走海外运的年。对，你海外运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台湾有一些演出，那么如果说你也可以争取一些，比如说到这个澎湖啦，到马祖啦，或到世界。你是说坐船出去就可以？对，坐小琉球，那到龟山岛也可以了，老师。龟山岛也可以。蓝屿 OK 啦，最近的和平岛。可以在和平岛开演唱会也不错啊，海外就代表说你走一个海外运了哈。那我不晓得一片海就对了。对，不晓得你现在是身边有没有这个意中人？有，就说你有结婚心上人吗？有的哈，稳定。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要这个婚嫁的话哈，其实是在这个明年跟后年哈，就2026年、2027年、2028年，其实是可以把自己定下来。但是我跟你讲，你在2026年有先怀孕的迹象，怀孕对，先有后婚是可以的，但是你交往的对象，对方一定要是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怎样定义？如果说你今天交往一个比你小的年轻的男生，或者说他只是在创业阶段，一定是你们的姻缘是不稳定。对，因为你的命格比较强势，你一定要遇到一种所谓的像我们牛哥这样成功人士。成功人士，那有一点高标吧。就是说你要遇到成功人士，才能够让你们的婚姻稳定。所以他要注意这个，就是感情方面这方面。如果有成家立业的准备的话，成功人士，看清楚一下。目前身边这一位算是成功人士，还不错吧？还不错，还不错了。那搞不好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喽。对啊，对，好好把握，好好把握。你就回去就强迫他，我要怀孕。好，三個女唱，聽完健身，係有咩建議？其實陳飛去年整體的發展其實當後了。我覺得比較上面來說，只是我這樣講，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同個生肖，所有屬兔裡面，其實你是最好的一個。哎呦，你已經比別人都好了。屬兔就可能，比如說他前年很好。那可能他去年比前年稍微不好一點，他就覺得很不好。對，這個意思。對，比較級。對啊，可是問題是說，在同樣生肖裡頭，你比如說不同年次裡頭，你已經是最好的。所以其實我覺得整體的表現還不錯。你很貪呢？沒有啦，就是踩到狗屎。因為我這白紙黑字都有寫，那去年整體的表現，不管在事業各方面來說，其實還不錯。只是因為台灣頭先美國講，有可能比較不好的那個星座新進來哈，那有3張，第一個就是犯太歲嘛，第二個台灣講拍富嘛。不是熬年第3張就是天狗。你知道日本去的時候，其實日本也很忌諱天狗2個。哎呦，對，因為他們在這個所謂的裡面，就是天狗也是比較兇的一個星。所以
去年你都好就翻天狗。其实民俗上面懂简单，你去庙里边按做祭天狗的动作是做给这些事情。其实新的一年里边，其实你的发展会比去年还要好，因为恭喜！哎呦，恭喜！那我巴结你。那我不要再去日本。对，因为新的一年里边有一颗福德星哈，你有那个命宫里头福德星它算是第2级星啊。我觉得你做嘛事情，只要保持着感恩的心，对感恩的心善心，然后去做事情。都会很顺利。感恩呢，跟我讲的一样。是。所以我刚刚讲新的一年里，我们有很好的可以就是去期待，而且呢，太棒了。在新的一年度里头，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对。因为我现在事业上面其实算已经有一个发展，但是呢，如果观众朋友要希望新的一年度里头，你的事业财运能够更好的话，我们把家里的格局图拿出来，平均把它分成9等份，9等哈。董王你还得，你看那董王给他，为什么我要用格局图来画啊？我们特别你看人家3张还拍摄的168，我都一路发，所以你希望财运更好。这个位置里边哈，第二个位置里边，除了财运变好以外，它还有个文职桃花哈，文职。跟桃花这2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属于内勤啊，有位观众朋友还讲，没成功被走一样，行政人员，行政人员现在有在家办公的啊，对不对？我这个就很适合在这个地方做布置。听一就是希望有桃花，人际关系也希望更好。对。尤其我们如果在演艺圈里头，那不管在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对外面对观众，其实。人缘桃花都要更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说，你可以做一些摆放自己适合喜欢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记得不可以放做没标水。哎呦，比如刚你讲小的鱼缸啊，还讲我有朋友，就是我曾经有一个老师啦，我不能讲朋友，因为那是一个老师，该老师其实在到不用水了，不用水，鱼缸中间物极土的意思，中间就不能水，对，中间物极土。对所以给土如果克水嘛，你不用落去，给胃肠会唔好，天一皮肤会有问题，那太讲皮肤会有问题，因为科学角度里头你给水啊水汽会挥发，可是你这度对呀，整个里面湿气就会重啊，你又散不出去啊，那。当然湿气重，皮肤就很容易受。我回去看看一下我们家中间。放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东西？食物柜吗？没有。你是食物柜啦，你。对啊，放个食物柜没做对了。就是那个食物柜总是满的啊。对。还有没有穿钱啊？福杯满意就糟干。还讲陈飞来讲，你到懂你到做没用金属的东西。做不用。听一做没用水。迄讲你希望讲财运更加好，所以不用得绿色的一些植物，或者不能讲植物，应该讲绿色的物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放那个就是绿幽灵啊，就财运。水晶，它是水晶类的绿色东西，放在这边，它财运会变更好。哎呦，强势的东西。不是吃不中的，植物不行吗？植物要浇水啊。没，你可以养仙人掌。它有个问题，来讲中央很用做没不用植物，因为中央属土啊，木克土嘛。你不用个大王地拜，你头晒唔到啊。你知道植物它白天是跟我们人白天是反过来，它是吸收空气的2氧化碳，吐出氧气。都安补在时间，你让你空中在吸氧气，吐2氧化碳。所以你在办公室里头，办公室里边植物不用懂多爱你会发现越加班头脑越钝。所以不是给你氧气。对，所以植物要放在比较外面或者室外。难怪要养在阳台。对，我没有加班，我头就很钝。你喜欢那个啊？就是我喜欢拈花惹草，我这也是用这。我刚刚陈飞你最适合就是类似紫水晶。紫水晶对，因为紫色是你的红色、紫色、咖啡色是你的幸运色。咖啡色。紫色刚好我们的头脑、记忆、判断、分析能力会变更强。
哦，这个对紫水晶那记台词会记得更厉害。好，然后就买一个水晶洞。对，对呀，大颗的，对，大颗的，摆在家里正中央，走路都要绕过它。中华商场那边很多。OK， 好，谢谢，太紧张，准备注意了哈，2026会开大运了。好，来正批好，准备。然后回去查一下另一半的家产。对，这是重点。看他们成功。你前一阵子不是跟那个谁才一起合唱吗？马啥？那个贝雅，对啊，他搞不好会因为你跟他一起合唱，然后托你的福，真的，他那一张搞不好就有机会。金曲奖，转达他。对，又是金色、咖啡色。你回去你就跟他讲，我今年运气很好啊。对啊，赶快蹭我。对，赶快再找下一张专辑。对。你先准备自己。对，说的也是。好，谢谢。什么准备？好，像张爹大王草，谢谢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了啊。对啊，运势都很好。好，接下来这一位，怎么了？我去年就觉得他，你要唱什么歌了吗？一直很委屈啊，太委屈。他很有出息，但是他就是运不好。去年有2个奖他都没有得到，或许时候未到吧。是，搞不好2026年就是他。就是啊，他没有，他之前也都得过的啦。只是有时候要让人家一下，对不对？好，来撒哈的亚比，再来40位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弹快啦！早已抬梦想嘅飞扬机，错开无穷勇嘅风景。其实我会建议你就是那个“伟”这个字啊，那个“密”字旁，是这样。当时密是有开过弄来改的，是不是要改全家名字的时候改的？对啊，当时啊，你本来就是没有，本来是草，然后说猴子不吃草，要改成密字旁劈柴。罗哥自己假会帮你改的。线连续跌跌冲冲几了多年，那一条鱼变一角淡薄硬硬嘅旗棍，一直天，生命弯弯弯弯地在面前，轻一直夜。染出神发嘅层层浅浅，思想嘅空间，念念记起，突来慢来嘅戏，人生嘅转变无停错，爱嘅开始你也味，爱变。做得比，爱比，听爱强下比，比向梦想的天堂去，比向心中的一人夜。爱比，爱做得比，爱比，听爱强下比。早已抬梦想嘅飞扬机，错开无穷勇嘅风景，爱比。开始的夜味，爱比，爱做得比，爱比，爱强下比，比
中嘅熱冷意，愛愛比，愛做得比，愛愛比，定係強下比，所以台夢想嘅飛揚機，錯開無窮用嘅風景，愛愛比，愛做得比，愛愛比，定係強下比，飛向夢想嘅天堂去，飛向心中嘅熱浪意，愛愛比，愛做得比，愛愛比，定係強下比，所以台夢想嘅飛揚機，錯過無窮用嘅風景，愛愛比，愛做得比。歌唱实力一吃就冇變了，那麼唔會唱啊，真的，唱嗰一種係最好嘅，最好嘅，我係千後燈係編的呀，做得啦，千條從從容容有人。好了，太多，不要跟了，完全變。所以每個人強項不一樣，而且這個歌很羅哥會忘記自己的歌詞，真的，但是他這種歌他都不會忘，很奇怪，好奇怪，怎麼會這樣？他有的歌唱過成千上萬遍，他還會忘詞。那首歌叫陳偉宇唱，表情就對了，他只有表情對，他對嘴就可以。而且你不要 Q 這件事情，不然他每個來賓上來都要唱一次。不要 Q 這件事情哦。好了 ，OK， 我們回到我們這位哥自己身上哦。你朗一年高登勇其實你好像每一年都會來上哦。沒有，去年冇，係啊，去年因為時間呐，冇讀到。其實算起來，大家可能係去年以後啊，比如講。羅哥董險些藝成人展呐，他主持董董啊，發通董董啊，太 CC 啦，乃知道去年的主持。條路一次有啊，真嘅一次有，一次有。唔過係舞團，唔過對我自家來講，我當然咩希望講，我自家希望啲音樂當輩，如果當好成績。對。啱啱羅哥講嘅，雖然講。冇因為金曲獎，不過金鐘獎因為學生就得獎啊，就是那個來來回回，有得有失。不過我看大家都當大兵，有陣時就轉過來，我還會要求自家啦。因為去年嘅獎咧窮極一生，哇，就是巔峰就係，這個發按多心思，按多錢，來去做一種。嗱，我講其實我知道得到最大係講有當到後生嘅音樂人，特別客家，因為講。feedback 很好，冇彈過客家歌，佢本來 feedback 當話說，誒，這位歌你要從專心嘅冇彈過安陽慶，我就知道那個是可能得獎之外，我知道最大的欣慰，錯，後來我哋喺度講伊朗語嘅，對，他唔冇部分啦，好嘅部分已經分享過，他唔冇部分嚟。然後講演藝圈嚟講，太搞威有一句話，然後三窮四絕，就3月4月都沒有什麼工作，某條路真，你不一樣啦，你不一樣啊，對，你是高度，你是行雲流水，對，行雲流水，鬼演出誒，我咁樣啲，因為主持人嘛，有陣時3星嘅真嘅冇發片哦，記者飛嘛，梗係都冇蠻好主持，就最高啊，就是人家說的那個什麼冷月，對，三窮小月，我就想講，我偷偷的我要去韓國。難怪都沒4天3夜，我都冇想要講。所以你去韓國做了什麼？我沒有做，你沒有做，真的沒有做，什麼都沒有做。為什麼保養得這麼好？哎呀，我都吃防腐劑，等下告訴你們來。對啊，他們兩個童年像話嗎？不要講。我走在路上也是，人家也說我應該去做很多。沒有，開機啦，可以的，這樣。我怎麼我做了還這樣子？我還出去講，哎，我很開心，我出去。我跟你講，誰有做你知道嗎？那啥？不要亂講話，是。不要一牽一串鞭炮出來，好不好？不要這樣，炸掉。那就出門當翻譯嘛，出門，來我做機節很悠閒，一踏入機節我就，哎呦，一窮有乜東西冇帶到？口罩冇帶到。
然后还好我提前，我就马上坐计程车赶回去来回。那司机讲穿斗2000元的本金，我就好上飞机，而且我跟你讲。我懂水小，不能这样。你 V 好拿了护照，发现飞机本来就 delay 啦，我根本就不用那么紧张啊。那班飞机 delay 很久 ，delay 3个小时，因为去年有一次那个第3航厦要改嘛。对，那个班机都在工程。对哦，我就前后，反正重点。但是他登机时间跟他 delay 的那个不一样啊，他登机可能还是你在飞机上等着就。我在飞机上等了2个半小时。不是他，我要 check in 的时间，对啊，一天都准时啊。准时出操，我坐咗飛行機哈。坐已經唔使人緊張咧啊。3點鐘。坐3點鐘。然後等台前飛行機上航。我那時候就已經覺得我身體不太對勁，是因為坐同個位置也不能走動。我就想講，好啊，開心嘛，反正就當沒事。一都很貴，我發現我換了韓幣也沒帶。那你有帶到錢嗎？你有帶卡嗎？沒有，我錢包放在家裡。那你是去韓國然後原機遣返嗎？好彩我朋友先去嘅，係同朋友家。你朋友去？你朋友去1個禮拜嘛，係我去。有見面就抽嘞。你1禮拜夠冇幾多錢已經發得嚟啊？繳卡。繳卡。還有卡。我那時候真的想說，我怎麼回事？真的。然後想講，4天3夜，高中的懂歡喜嘛？對。錢很財啊！我想說，這幾天吃很多，要維持下身材。我隔天就暈通，我就拉傷我的背，這樣整個拉傷。你因為那天在飛機坐了3小時，愛吃到黑，然後一韓國翁杰，還可以幾個禮拜懂很可怕，很多通告，對，然後我又不能夠起床，也起不來，然後我要裝很鎮定，來去上林書偉節目，講天孔嘛，堵到給心爹講，在講那個什麼筋膜，碰到一個當有名的先生，叫人做閻羅王，哇，佢哋一出來哦，佢一出來，佢冇看騙人呢，佢一看出來。2萬，哇！我就在節目讓他笑，我還本他有看樣片當後怕的，因為我就整個在3個大廳啊，擺椅子，我在那邊啊，龍啊幫我喬好了嗎？我去了5次，喬完以後2萬，沒有，他後來就說，這位哥，唔是獨棟，按用型的哦，你來搞我一下，你來我 YouTube 頻道，我給你免費，然後來5次，哇，就不以後哎呦，佢懂厲害，他不出，他現在沒有在一塊店，他沒有在動手。哎，那很棒啊！對啊，就是這是好運啊！我算是賭到貴人，賭到貴閻羅王。他就閻羅王，他看一下嘅那個 YouTube 就佢懂有名哦，佢開動到間，可能線上沒有賭到。哦，還連鎖啊，這種還可以開到連鎖。係啊，我就想講，哇，去年。所以有好有壞啦，我知道咩像陳飛強樣心情當背啦，心情當背，身體當中有一些問題，嗰時候根本有 TP 論文，身體當中的問題，也不治，其實應該都很想知道。我知道，但是他這個可能心情的壓力比較大，對啊，心理影響生理的壓力更大。太敢可能就把我當做一個。有想當指標的時候，我去搞想要走了。事業啊，感情啊，對自己要求太完美，對不對？對啊，真的，真的，是啊，我不用強慫來。對啊。按用來先來唐情商講一下。謝大師來。這位在去年整體的運勢其實2015年。2015年有一隻太陰星多，因為係太陰星多，因為你係講啲噃。頭半年嚟講嚇，因為有一隻太陽叫太陰，太陽是西拉下好嘛。太陰其實西摩下好。所以聽講我喺講呢一隻提名係咪？喺講唔係嘟2年，你可以頭前年。一天會動好。原來嘟好該2年禮拜太陰星對吧？2024年太陰星進入你的話，就好了。沒有，因為他看到太陰星因為所以這個卡到嘛。那2年，比方喺講係什麼嘅？2年是出動好，係出動好。今年嗰個是咩？去年嗰個是足權啊！大班都較細妹型，唔會啦，別講正經的細妹，乜足權就好咧，這麼好解決嗎？大班較細妹啲啊！你當班有時啊，講去年嚇阿比較太啦，阿比較太有係啊特別的明顯。
所以我哋到看吼，整體來講，其實新的一年都禮拜，然後新的一年禮拜，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睇講有都好，有人嗰種係喪屍啊，嗬，咁啊，唔可以，盡量唔可以。係講冇辦法一天到夜嘅時間，你再準備隻紅包袋，紅包禮拜不用36。第二個嘅泡米，36顆白米，36粒泡米，然後7片的榕樹葉或芙蓉或墨草都做得，然後1小撮的粗鹽，來保養帶身上，應該呢個時間，這個是每一個人都是通都可以，都通用，都不講嘅時間啦，一天要呢個時間，係啊，因為。特別像你講年份裡邊有所謂的喪門一枚時間，一天都記得。因為有時講平常你都唔會繼續，就像有啲人平常打球做乜都唔會用啊，就係呢啲人比較容易有身體上的健康的影響，係啊，所以第一個要注意這個啦，當然因為你已經。這個知名度已經有打出來了，要不然的話，其實我會建議你就是那個偽字。什麼？偽這個字啊，那個密字旁，係啊，因為密字旁係撒，你該繩索啊，索的。對，密是繩索。係啊。當時密是裸胎狗攏來攏來改的呢。是不是要改全家名字的時候改的？對啊，當時啊，你本來就是沒有，本來是草。本來上面是草，裸胎狗講就是蘆葦的葦，是不是？對，然後說猴子不吃草，要改成密字旁披彩衣。羅哥自己假會幫你改的。草頭尾有比較好。沒有，老師在改嘛，改。草頭尾也沒有比較好啦，沒事，這樣有比較難為嗎？王志偉嘞。王字做的啦，人字尾呢？因為還有人稱王嗎？人字尾更好，對不對？其實人字斜玉旁都很好，都很好。因為猴子稱王，你要3中5老虎，就是密字。真的，不是，我這樣講。還羅哥改的嘞。這個五行界，真的每一個老師講的都不一樣。因為我那時候是聽到說密字部啊，密字部那個老師跟我講說是猴子披彩衣嘛。對啊，但是老師講說密字部有點那種好像繩索，你說這個我比較相信。那你那時候還幫人家改這個，所以我對不起你。沒有，太敢笑，太欽到了。嘉琪太欽到了。大家想一下哈，我是罪魁禍首。絲線繩索是不是全部都密字旁？是啊，絲線繩索全部都會收的，只是粗細大小而已啊。絲線。繩索，不是嗎？某絲，回去趕快按懂眼的都某絲趕快改掉，真的。你就改成一個玉字尾啊？對啊，我很相信姓名學，真的，好，一樣叫徐哲偉啊？對啊，沒錯，這個姓名真的是在我們這個命中大概佔有20-30%的這個力量。我是把它當20啦，因為你有30%是跟我的八字出生啊。你講到頭是別人，你講出生的時間，你八字是固定的，係啊，你後天是在用命來做命簿。比如還有一個部分就講先天就。祖先的風水，你祖先用得到人，對，這樣係冇辦法改。唔講係帶位上係最吉天啦，所以空中係風水，唔講係陽間，我們住的所以陽宅風水，我可以自己調整。所以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都有調整的方法。所以我讓大家介紹一下。來，我們把家裡頭平均一樣分成9等份。你屋卡底部北方20位數啊。廿位數其實你新的一年底不用水，佢會太發，會存錢哦。聽20位數哈，你講168嘛一路發了，所以廿位是跟老一年財運有關係。第三個。如果你係我不會走來走去啊，你唱歌啊，還講有位朋友在外面就是主持節目啊，做什麼啊，都是在外面跑來跑去的工作。那麼北方這個地方就是屬於催財最旺的一個方位，所以這邊有一個叫驛馬，頭班嘅驛馬星一動，而且是走來走去啊，而且有升官加薪的機會，所以大家作為
注意一下。哦，哲伟哥可以在你家里北方放一个水滚柴，可以，但不要不小心放到中间哦，你要划分清楚。放中间不行，还有时候要放食物区，食物柜。南北方哈，在新的一年度里头，它有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把老盖水哈，比方那到北方那到了，它会催财催旺。哦，来比方南方那到了哈，主人的身体马上。大概3、4个月，心脏就开始有问题，所以一定要记。我不用出来哦。那艾菲尔老师，有没有建议本场？老师好，哎，我有追老师的那个脸书哦，老师都很准，谢谢。哎，在我心中他是铁塔老师，铁塔。艾菲尔铁是铁塔，我是那个命理界的铁塔了，但是你是这歌坛界的常青树。常青树，对，因为现在有2张树在这边，也是广播界的常青树。对，因为我看了这个哲伟的这个星座命盘啊，其实他是一直可以工作到老的人，所以就说不是说年轻的时候才获得知名度，其实他是越老越吃香的。对，所以呢是走老运吗？大家给版这个艾菲尔老师拢阿婆啊，细时间阿婆有拿81算命，比如讲欣赏讲哎，就是。走老运，但是我要很辛苦，可以走很久。后来我都不太算命，就是啊。其实我觉得他对他的命格来讲，他是一个乐于工作的人，他就觉得说他的工作当中，他就觉得是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全部，不管是透过这个表演还是透过声音了哈。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观众缘的人，非常有观众缘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你的这个在舞台当中的表现，其实也就是说，让你在跟观众朋友或者说你的粉丝建立一个好的一个缘分，这样子。那么我觉得就是在2026年哈，给你一个提醒哈，就说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出国旅行遇到了一些问题哈。那么2026年，如果说你有余力的话，心有这个财力够的话，其实我建议你请一个司机耶。请司机，请一个司机。他，我也可以，文竹啊，可以耶，文竹很爱开车啊，对，那文竹，哎，这样一鱼2吃，或者是哈，如果是说你要换车的话，其实可以选在2026年换一个车，因为看起来是会花一点钱在跟交通行业有关的东西，交通工具有关的东西。就说你在那个部分，既然在2026年有破财的运的话，你就不管是换车也好，或者说干脆请一个司机，那么在2026年这个部分就会更顺利。那如果他当2026年，我刚听到一个关键字，会破财吗？是会有一点破财，跟交通工具有关。做一些公共的运输呢？这种公共也是有司机啊。我跟你讲，如果你做公共运输的话，就影响别人。影响别人。哇！我跟你们说，其实我是不会踹人，因为我帮我拿一下。对，因为我买不起3载黑神。You can try one more time。所以呢，不要去坐人家的位置，这样。对，所以还是说交通的这个的关系啦，哈，在2026年是你要注意的部分，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部分破一点钱。哦，谢谢了。与其这样是一个化解的方式，超，花出那笔钱这样子。哎呦，可以哦。那你出去的时候就叫那个啊 ，Uber 吗 ？Uber 啊，对啊，就多做这种，对，多叫计程车，那也有司机啊。哎，你叫他，对啊。叫他嘛，好不好？真的，或者是叫那个保姆车啊，真的自愿帮你当司机。哎，那么总司就徐哲伟，斜玉旁人字旁都上，我就徐哲伟。哈，没有你可以每个月换一次，你试试看。你这个是身份证都改掉了吗？对呀，怎么办？可以，你改几次？艺名可以啊，改几次？哎，我们那个这个我们私下再说。王心宇有建议，我有建议。老师，你发专辑你就用密字旁啊，你主持就用人字旁啊。哦，没有，他发专辑要搞不清楚我，要用玉字旁，但是。身份证最好改掉，好，对不对？好，拿来上。其实这个尾应该，我觉得啦，应该也不是说不好。丁海迪老师给更好的建议，但变成就是他就是绑着他，把他的心思现在就把你全部是放开。哎，如果没有密字部以后，他可能就会更还是就什么都不要，就中间这个韦小宝的应该是这样了哈。对，好，谢谢。打开它，那我有解释到，谢谢，可以，谢谢，我有一点心理啊，没事，谢谢，我会记住这件事啊，谢谢。如名字我记得可以改3次哦，对不对？我来研究，如果你只改1次，哦，那还有2次机会，好不好？小哥很在意耶，对，他突然发现密字旁是他搞的，没事。体欣，你这用片名啊？
啊，偏名啊，对啊，你现在艺名就我们对外面的时候，你我身份证是这个名字，好，就在尾啊，对外你就用另外一张尾。哦，对啦，其实一样叫斜玉尾比较好。其实两个都不错。应该我优先我应该是用斜玉旁。那我讲一个，我知道懂准，因为太个接下，我们从来没有都用斜玉旁。哎呦，好啊，大家打字都斜玉旁一定是斜玉旁人字旁。老师，你像那国父孙中山，这孙文又是孙逸仙。哦，古代别名什么号什么，是什么号什么，然后又号徐哲伟，别名徐哲伟，号徐哲伟。请找出差别在哪里？大家来找茬，对不对？亮点在哪里？对，在哪里哦？告诉我，对？那个什么怪物，中文怪物。好，什么太高了？对，不会了，没事。哦，什么诈骗情商？改一下尾。Uber 叫一下 Uber。原来罪魁祸首就是我，哎呦，真的是。可能是那时候刚好在你改全家名字的时候，对，是不是？然后发作一个之前有一个歌手，他本来叫林山，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是成立公司以后就网罗他，然后就帮他做了一张专辑，就改了名字，改叫林梦洁，对，然后改完以后，他一直就没有发片了，没有发片，然后还又改为03，就变成豪记老板娘。现在你看金哦，我靠，你看那一首歌，你看罗哥连这都是副指标吗？是啊，哎呦，所以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要听我的，好不好？OK， 没有，就是改名这方面了。是啊，我们听谢老师的哦，沙伦还陈碧带来荷塘的歌曲哦，来当过啦。送你不用去留够。你的女朋友是台湾人吗？不是。我跟你讲，因为你是要娶外国女孩。外国女孩。你看为什么？你再说一次，老师。你是要娶一个外国女孩。2026年要把握这个机会，如果没把握到的话，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你就要再找一个外国女孩。哇！那他很想哦，他说越南的可不可以？芬芳，途中散，清风暖涌，泪自涌，将爱奉行裁缝，不用这水自尽用，这心情连情用，有爱一把呀歌手。法中君子，自古念不用，不求名利，怎也不从，送你不用，修流光，口吐莲花，心善良，世间流烦恼吧，途中流伤啊。玫瑰暗家，net南方，没有淡法力，高难用。莲花困切吐芬风，中共痛呀呀刺痛，心才难耐心不凉，莲子平静能用谁？法中君子，自古念不用，不求名利，怎也不从，送你不用，修流光，口吐莲花，心善良，世
师好，真的。今天这样回来验证一下运势有没有变好。去年没有。去年讲有今年有动哦。讲佢千年东吹高啊。千年还忙都到小林嘛。7年的时间。对嘛？哎呀。跟杨子还忙哦，5边。小林是谁？是美玲。美玲。你叫我这么亲密什么？哦，他之前的叫小林。对不起啊，我讲错了啊。后来去年是美玲了啊，拍谁？我都一直讲错话。对啊。哎呦，真的是。2025年。对，你看碰到美玲之后，哇，你的人生多么美妙！对，還有因為該用是有該年啊，我記得欣賞記就有講，把自己的家裡的格局圖分成9宮格，然後之後擺那個水。你真的回去有照做？我上半年擺1瓶，結果案子還沒進來，可能是淡季的關係。後來我又再擺了一大瓶，然後後來下半年那個就10月、11月一直到我覺得12月，東莫寒呢，它是滿的，它發通感有都滿，就是有一些活動黑改吃到哈夫威啊，可能長官會選人，通常都是長官要確定要不要你表演，我就說好算，那應該沒有我了，結果還是有的還是有，他指定的，還有就是有一些對有一些客戶他不殺價了。就是真的，以前一直殺價，現在不殺了。哇，覺得他覺得夠便宜了，是不是？你就是隨便，還算不貴。對，就預算還花得起，很感謝就是客戶跟朋友之間的幫助。對，你要表演咩親厚啊？那你是覺得是水的問題，還是美玲的問題？都有，也是要有不錯的。就是另外一個伴侶，然後去支持，然後他的磁場去，對他可以支持着你這個部分，就是做那料給愛，大概做嘛，還有點互相可以互相討論創作的事情。哇，對，你2025年是飛龍在天哦？是嗎？沒有啦，年度都這樣，還有這個就是還是有。要繳出去的錢哦，真的，對啊，房子跟車子都要養啊。那身體健康也都很 OK。對，我忘了但是上半年就是2025的上半年就怪怪，就反而就是身體就一直發燒，連續燒4次哦。哎呦，我也不知道怎麼樣。你是流感嗎？一年燒4次，我也沒有去燒判定是什麼。總之我就是吃止痛跟消炎。啊，反正就退燒。你應該把你家裡那2桶水拿來喝。還是我擺錯地方，老師。對啊，對。但是工作事業運都很好，你就是那下半年身體就 OK 了，就 OK 了。對，只是上半年有一直燒，對，就是用啊，你可能在排毒。对，真的，你毒排完了，先把你里面的这种热火先烧起来，然后到了年底把它排毒排完了，然后你的那个好运就进来。对。那另外补充就是下半年除了我自己做专辑跟有很多的演出，然后我也就是就是有另外做一个，他做了一个客家女团就是我做了一个新的创意，3个女生那个，对，就是那个叫什么 girl， 他们叫做爱，对我的意思，对，客家话，3个是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做了，打算有3部曲，但是第二首我已经完成了。对，第1首已经发行了。唱得好吗？罗哥他们那个第1首歌很洗脑哎，这边都会来一杯气爱NGAI。哦 NGAI， 对。爱有这个呢，专业有滑到。对呀，还撞黄宇涵专辑名称哦。那是不小心。他也叫爱。对，彭奕桓放新专辑里面有。第2首是你，然后第3首是基，就是你我他啦。对，想要效仿蛤蟆老师的3部曲。但更简洁有力一些。就很开心可以有很多舞台。那你现在不是也有主持？没有主持给他节目？没有，冇给他冇嘞啦，广播节目冇。没有东嘅没。对，客家巴士给他节目。也是很感谢，就是也有很多机会在舞台上，也很感谢闹热这样子。对，我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希望仙瑞堂听老师，2026年老师搞不好有更好的建议，更好更旺。嘉欣赏，因为叫唐年发的呢。系啊，去年都太阳星都因为所以。
哇，好可惜哦！如果那边改成一个泳池，你会不会已经又买一间房子？本来就很好了。本来就懂好。太阳星一本就西拉会懂好啊，啊就嘟嘟好，你去年懂有发展。啊，如果你微虫要注意哦，所以就是稍微提醒一下，新的一年里边你犯太岁嘛，特别注意就对我被稽查视察嘛，做嘛要稍微注意下。听一点，你吃饭的时间，吃饭喝水啊什么，尽量也不要憋尿。吃饭喝水憋。我是常会憋啦。像我刚刚其实打算要憋着上来。你会觉得吃饭比较重要，尿尿比较不重要？所以你会先吃完饭再去尿的。是这个意思吗？老师的重点是叫他不要憋尿。对，就是吃饭的时间自己去给他注意。要准时吃饭，然后不要憋尿。然后对，那就是水要多喝一点，水都不要憋尿。那3种你有注意到？新的一年里边啊，我有去在做去安太岁。应该讲大方向，我的就不用担心。谢谢。饮食要正常啦。还是会一路顺风顺水。对啊，就是你只要哇，你的女团不得了，真的吗？对啊，有一时间你讲有一年讲犯太岁年份对不对？压力会下太低了。可是对你来讲，新的一年的压力对你来反而是后面的助力啦，推动你往前的助力。越有压力，他越想往前。所以恭喜你，新的一年。恭喜你！今天听到最棒的一个，真的吗？对啊，例子，很棒哎。对，那明年多来上我们节目哈。对啊，带旺我们。不是明年，今年。过一下运。是要顺时针吗？对，我不知道。艾菲尔老师这边也有一些建议。是我这边帮这个伟如看了一下你的这个星座命盘哈。其实我觉得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觉得帮你拉一下商演了哈。就说各个电视公司老板或者是各个商演哈，你只要请到伟如的话，其实都会帮你带财。对，因为呢，伟如现在是走财运。对，他这个财运不仅仅是自己赚钱，你要请到伟如来参加公司的什么这个尾牙啦，或者是春酒啦，公司也会受到他的好运来更发。影响力有这么大？没有，他现在是我们闹热2026会入围金钟奖。然后他就会去定他的产品，还是就是说，因为他现在会被看见，他现在走的这个财运哈，就是说命格里面就是带财。那么带财的话，就是说你的财也会分享到你身边所有的这些老板们这样子，不仅仅是老板有钱才请你，有可能是我请到这个人，公司也跟着旺起来，是这样子的哦。那么就像我们节目，每个礼拜都要来。对啊，好不好？好，孟达哈，好，罗哥你就休息3个月啊，看看怎么样。让他主持的。来，不好意思，开玩笑啊！那另外，其实哈，找他当评审。伟如的那个这个命格来讲，其实是非常有他乡运。他乡就是他乡运。如果说你是南部小孩来真的北部发展，你会红；如果说是北部的小孩，你到南部或者到东南亚，或者是他在马来西亚很红。马来西亚，我不是只能去澎湖而已，对不对？对，他可以跨国。我跟你讲，你的女朋友是台湾人吗？不是。我跟你讲，因为你是要娶外国女孩。外国女孩，你看为什么？你再说一次，老师。你是要娶一个外国女孩的。哇！美玲有没有听到？哇！今年会发生这件事情吗？真命天是一个发生这件事情的好时机。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个结婚运哈是从2025年就开始。所以如果说你2025年没有嫁娶的话，2026年要把握这个机会。如果没把握到的话，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你就要再找一个外国女孩。哇！那他很想哦。他可能会娶了妻子又有了儿子。就说整体来讲了，他说越南的可不可以？外国都可以，但我建议你最好是马来西亚。因为第一个我不晓得他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哈，就说因为你的这个命格来讲，你是会这个
姻缘在远方。比如说，如果说你是马来西亚人来台湾发展，也许你认识了一个台湾女孩，或者说你在台湾结交了一个新加坡女孩，就说你的姻缘，就说你的这个婚姻的对象不要是本国人，异国会更旺你，就会旺你，他真的旺夫。柬埔寨的也不错啊。乌克兰哦。但是我跟你讲哈，因为你后面其实误解我的意思了，就是说，因为你讲到那个柬埔寨，我就觉得发现你误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要特别小心，虽然你带财没有错，但是你也可能会被诈骗的人。格哥不要出馊主意哦。OK， 你还是马来西亚，安于马来西亚，不要乱讲话。所以他不可能，他不只会被骗钱，还骗色。我觉得应该是骗色倒是没什么差，他现在体力还不错。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很梦想型的人啊，那么你讲你的梦想，其实大家都会听得津津有味啊，觉得说我愿意赞助你的这个表演，或者说赞助你的这个作品或者投资你的这个创作，但是有可能你如果说没有坚持下去的话，有可能就会是骗别人的钱这样子啊。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把你这个创意的来源好好的执行的话，其实你是会。不管带给欢乐给别人，也会带财运给别人。哇，你还是就是互利的，大家互利的，你自己有，然后别人也会有。好，谢谢，棒哦。那今年哈，那个每一集的那个评审老师，拜托来一下，你就固定坐在那了。改为不用了，我到什么表演活动，我就用自己的频道在分享。对，你就介绍你是。什么 AKA 闹热打擂台评审这样，只要提到我们名字就好。没有，是我沾你们的光了。对，谢谢两位了。什么刘明先生，谢谢。伟如听起来好棒，努力，好 ，OK。看来2020就今年可能会吃喜酒那种。4个字，万马奔腾。大家手上都有牌子了，我们自己来选啊。对，4的有吗？4很多。小康老师选4。哇，挖什么挖？你挖什么挖？跟小刚老师选一样。哇，选藤哎，你观众朋友选藤做的可以哈。选藤的朋友好了。来，艾菲尔老师揭晓。天哪！仗剑在我。你只要把你这个创意的来源好好的执行的话，其实你是会。不管带给欢乐给别人，也会带财运给别人。哇，你还是就是互利的，大家互利的，你自己有，然后别人也会有。好，谢谢，棒哦。今年哈，那个每一集的那个评审老师，拜托你就固定坐在那了，好不好？改为不用了，我到什么表演活动，我就用自己的频道在分享。对，你就介绍你是。什么 AKA 闹热打擂台评审这样，只要提到我们名字就好。没有，是我沾你们的光了。对，谢谢两位了。什么刘明先生，谢谢。伟如听起来好棒，努力，好 ，OK。看来2020就今年可能会吃喜酒那种感觉。哎呦，希望，这是什么？这什么？什么？要做测验。这么突然？对，要测他会不会结婚。会结婚的请举1，不会的请举2。现在我们谢老师要做一个心理测验。我觉得不会。好嘞。好，谢老师要帮我们各位现场大家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测验啦。做一个心理测验来。4个字，万马奔腾。大家手上都有牌子了，我们自己来选啊。对，来选一下。来，选一下，来。好，来老师们，你们也可以选啊。你们自己默默在心里选。我怕你们睡着了哈。他们没有，他忙的嘞，一直在做音效，没听到。是，自己选一下。刷存在感。万马奔腾，1、2、3，来。耶。好来，好，1、2、3、4，一兄。我为什么会选4？你知道吗？因为他刚拿给我的时候，4字在上面。你就懒得翻面这样。事事如意啊！事事如意也是啊，也是啊，妹。那我们先从1开始。好，好来，观众朋友，先先1号为朋友哈。好来，万字有吗？万这个字哈，其实。因为它是草字开头了哈，它里面草在田里头，那么成长千万，所以基本上这个字列大师，你要现在列大师了哈，对感情桃花方面爱苗萌生，佳偶天成。哎呦，观众选别的。有吗？我可以
可以生第3胎的意思啊。也可以啊，你养得起没有不行啊，因为你毕竟有跑 Uber 的额外收入嘛。对，你现在不是阿伯啊谁干？找我开车。一是感情桃花。对，那其实迄個冇結婚的朋友是講感情方面還有發展，哈，迄講你已經有結婚的朋友，像我們做事業的朋友，那你的人緣桃花、人際關係方面，我懂，會特別好。哦，會特別好。哎，萬字的朋友，恭喜你啊！恭喜你！哇，你看你這幾年好得不得了，真的。哇，對啊，那今年又好下去，哎呦，真的。希望做的啦。人緣桃花，這個最好。人緣桃花，感情搞不好你今年就結婚了，就生小孩。好，是啊，好，結婚我再通知羅哥，好不好？好，200萬嘛，是不是？演藝圈大哥都這樣請我又不是吳宗憲。好，沙蕊聽一下是馬。好，馬的老師。好來，馬有人點嗎？限2號，2號有嗎？2號。阿凱老師好像是2，他是1哦。1哦，啊。哦，這邊有。誰是2？壯壯老師是2。好，我們這邊思균、陳肥。好。3位還有壯壯老師。天蟲還有天師前面看節目的朋友哈，獻馬的朋友哈。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媽呀！第二次裡面哈，處變不驚的精緻的結尾。哦。有嗎？精緻的結尾。他的青春永駐的駐的開頭，青春永駐開頭。駐金。哎，沒有連在一起。沒有連在一起。這2件事。青春永駐，處變不驚。所以現在大家朋友在新的1年度裡頭，在身心各方面來說的話，都會有很好的一個這個身心健康。有啊，身心健康。健康的哇，那最就是因為你處變不驚，你比較不會抬頭紋或表情太多，你就不會有皺紋。青春永駐。什麼都沒驚啦，健康運上面來說。好來，好第3個。奔。還有先到奔咧，在3號的有嘛啥？陳皮，後面老師有嗎？艾菲爾欣賞沒有。哎呦，俊霖老師跟那個寶玉老師要選3，艾菲爾老師也是3。好，3號。所以你看，這個我們寶玉老師他內心是奔騰的。啊，也不一定啊。他才會念書。他搞不好腦海中浮現數據，那俊霖老師也是奔騰啊。他單純喜歡跑步，他單純喜歡。艾菲老師更奔騰。我看這個奔騰的奔哈，我再猜一下字了，因為我覺得很多加號，你知道嗎？因為數字加在一起就是會越多嘛。然後還雙十國慶，有沒有？加，而且它是大加。對，大加10，加到不行。哎嘛，加緊張，那請公布答案。所以現在奔馳的朋友來看一下，你在哪一方面？金錢理財哇！恭喜啦，發達了，老師！讚！你看偉如，哎，真的呢，哎，種種跡象來表明啊，欣賞了的強。所以現在呢是在於金錢理財那方面哈，特別好。一本萬利，步步高升。它其實是生字的結尾，大開頭，但是是生字的結尾，所以越來越好，高升，對，步步高升。我剛本來想選3，是搞不好更厲害啊！哎呦，對啊，是嗎？選4的也很多啊，很多嘞。對啊，後面有選4的嗎？我跟你講。3個好，一定會有1個不好啊！不會，不可能4個都好啊！某一天4的有嗎？4很多。小康老師選4。哇，來，哇什麼哇？你哇什麼哇？跟小康老師選一樣。哇，選騰哎，你觀眾朋友選騰做得可以哈。選騰的朋友好了。來，艾菲爾老師揭曉前途事業。天哪！前途事業啊！勝券在握。天馬行空啊！對啊。要他帶他沒馬嗎？天馬行空啊，勝券在握啊，券字的開頭，那麼馬字的結尾，所以你勝券握在手上，然後天馬行空，對不對？很多的想法方面都能夠去實行的發展。好，所以比如說我想要做什麼，我就去實踐它。對，好，心動不如行動。對。就馬上行動，就是馬上行動，你勝券在握。所以我應該不是屬於那種反指標的人哦。你在你自己身上不會，不會。好，在你自己身上不會，在別人我們不好說。忙轉過來，忙轉過來。
哦，哎，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了？先洗澡时一冲度以后呢，都是蛮好的啊。就是4个不同的方面，哎呀，你讲你发展哦，总有一种好的嘛，啊，所以针对你好的方向，那么去努力，啊，自然就会有好的成果。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这个，我相信不管先多乜嘅，全部都会懂好了。然后什么掐紧张？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今天的节目实在动精彩哦，下礼拜还有更加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哦。稍後嚟先休息一下，等下向下嚟欣賞好聽嘅歌哦。事情爱做全部梦，行出家门四處嗡嗡，街路永遠來來往往，夜裏世界唔會停止轉動，相信自家無夢初衷，就會本應看到才發覺。不朽，找尋空中的暗湧，根本應暗湧會嗡嗡，擘開失去愛做全部夢，行出家門四處嗡嗡。